感覺上個體態都未係話好紮實啊！呢隻最好玩。咁啊，熱跑咗一次呢，就冇上次咁沉嘅，不過上次都冇咩走勢咯。跟住睇4號不可擋，佢又唔係話最鋭嘅時候㗎啦，不可擋。不過就速度都繼續交到嘅。咁啊，今次用阿黃寶嚟咁啊，變咗個磅會輕少少啦，因為落翻嚟呢啲咁嘅班次跑，希望都係早啲走甩你咯。不過而家始終都係爭少少啊個火氣。季初都贏過呢隻不可擋啊！但係你睇下上次希威森跑呢，雖然排咗個內檔啦，但係其實佢好快已經埋到欄㗎啦，即係埋到外欄。咁但係翻到嚟最尾嗰幾步呢，都係有啲轉弱啊。5號潘頓接手嘅拉合爾，傑勇士同埋武林寶典，全部馬不準備妥當，5場賽事4班1000直路，一枝獨秀大熱門係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黃衫就係呢隻不可擋噶啦。外欄有呢隻藍雀爺都快喎，紅帽大約2、3位嘅馬啦，仲有拉合爾啦，中間起行啊藍衫啦，團結勇士啦，中檔位置嘅，最入係川雲大悅啊，後啲嘅馬就文武全能啊，拍住嗰隻魅力星啊，再入邊嘅馬就手盡啊，後邊5匹馬啦，有赤霞啦，最好玩啊紅色頭罩大約尾4嘅，6、3拍住佢仲有東方福寶啊，出閘俾人挨咗呢，依家外欄尾，哎呀又撞一撞添，武林寶典啊，咁啊包咗落尾嘅馬黃金騎士嚟㗎。跑咗一半嘅路程啦，前面不可擋呢就放咗出嚟跑噶啦，咁啊緊隨其後噶嘛，有拉合爾啦，入邊啊團結勇士啦，外欄嗰邊仲有藍雀爺啊，後多層嘅馬呢仲有川雲大悅嗰啲，最後100零米啦，不可擋就唔多咯，埋邊團結勇士追緊佢，中間位置仲有呢隻拉合爾，最後50米不可擋仲有少少嘅優勢，埋邊位置團結勇士接近終點，不可擋黃寶利又係擺咗喺前面度啦。第2名嘅馬呢係團結勇士，第3名呢就拉合爾，第4名相當近喎，有川雲大悅就黃帽嘅，外邊12號有藍雀爺需要影相啊！不可擋黃寶利擺咗喺前邊就一放到尾啊！贏馬嘅跑第2名就團結勇士，拉合爾第3，跑第4名呢接近啲，入邊就川雲大悅，似乎出邊藍雀爺後尾落飛佢攞到個第4機會高啲，大熱門武林寶典呢，今場意外重重啊！一集已經俾馬夾一夾啦，咁啊諗住圓欄上返嚟啦，最好玩又逼一逼佢啊，都成隻抽起咁滯啊，都係擺前面安全啊！4號、10號、5號嘅暫定名次，第4名就要影相啦，55秒88啊！今日個地快。黃寶利已經係起咗個孖啦，翻嚟睇下第4名張相啦，近鏡藍衫戴面箍嘅藍雀爺呢，就啱啱到線先，川雲大悅跑第5。個第4都俾人拋甩嘅。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1名呢，4號嘅不可擋啊，獨贏73蚊，位置20蚊。跑第2名10號團結勇士，我隔一隔呢，位置有87個半啊。跑第3名5號拉合爾，位置17個半。跑第4名係12號藍雀爺。連位4搭10派1344個半，位置 Q 4搭10派329蚊，4搭5係56蚊，5搭10派267蚊。二重彩4號10號派2713蚊，Q 位4搭10 1344個半，單鐵4號5號10號2582蚊，睇埋3重彩啦。4號10號5號順序派17306蚊，55秒88啊，快過標準時間接近8線咁多，7線幾。擺前面啊，容易操控啲啦，又一放到底啦，不可擋。大熱門啊，意外重重啊！本身諗住咁啊，隔離最好玩啊，泵一泵佢呢，唔係喎，應該係出面起行啊，同埋東方福寶有少少內閃。見到馬會主席啊，李子佑先生都落嚟拉頭馬啦，同埋阿陳顯利醫生，昔日天下為公嘅組合。前次都係用黃寶嚟嗰場翻嚟啊，唔多啊，今次一放到底。
之前啲操練呢，有少少棘過功夫啦，同埋早段冇乜抹辣佢啦，放得舒服啲。同埋呢只都係季內偉達少數喺田草嘅頭馬，最初就係幫黃寶利開齋啊！呢只不可擋。我呢隻團結勇士前一仗跑直路賽呢，咁啊都追過第4㗎啦。上次千二冇乜特別，咁啊又走翻近啦。終於都係拍翻660場次嗰堆馬啦，前前後後咁。你都覺得啊，拉合爾都唔係好叻㗎啦，咁佢都繼續上名啦。咁其實就係嗰組咯，660。4連環預計派彩4號、5號、10號、12號派14,430蚊。4重彩嘅預計派彩啦，4號、10號、5號、12號順序派34,435蚊。今日先有一條40幾萬嘅4重彩，呢場30幾萬。好啦，睇翻直鏡睇下11檔嘅武林寶典啦。出閘佢已經唔快㗎啦，咁但係不可擋啊！挨挨，哇！東方福寶就成隻抽起，跟住夾埋落去武林寶典，依家係包尾啦。咁啊，不可擋啊，擺咗喺前邊走先啦。咁啊，跟住拉合爾啦，貼欄啊，藍雀爺，留意住隻起行啦，因為一陣呢，佢走規唔好嘅。跟住走埋上嚟團結勇士啦，同埋穿雲達月。咁啊，紫衫呢就係呢隻嘅魅力星啦。咁啊，入邊就文武全能。咁啊，最入嗰隻呢就手進，後邊就赤霞呢度啦，挨挨啦。咁啊，見到嗰隻就武林寶典包尾就黃金騎士。咁啊，起行又唔知係咪受前面嗰隻魅力星又有少少擺嚟擺去影響啦。不過佢自己都走得唔係話好直㗎呢個起行。嗰隻東方福寶同埋武林寶典啊，多得佢唔少。東方福寶之後，你睇下都好似都好難催策啦。見到阿田泰安，結果就係擺住喺前邊嗰啲馬就翻晒嚟啦，叫順風順水。頂場賽事都復辦完畢，派彩作神啊！位置 Q 4搭10派329蚊，4搭5派56蚊啦，5搭10派267蚊。二重彩4號、10號順序派2713蚊。4連環4號、5號、10號、12號派14,430蚊。4重彩4號、10號、5號、12號順序派34,435蚊。孖寶啦，頭關13尾關4，正獎派395個半，後關13尾關10，安慰獎派753個半。第一口3寶派彩啦，頭關10號，次關13號，尾關4號，正獎派7,744蚊，尾關10號，安慰獎派12,867蚊。睇呢場分段時間啦，頭段13秒17，第二段20秒35，末段22秒36，完成時間55秒88。